今日好開心收到觀眾朋友嘅邀請，一齊同佢去參觀同埋驗收佢喺九龍灣嘅新居屋單位宏志苑。我哋嚟到現場，的確見到好多準業主準備陸續收樓。首先恭喜呢位觀眾朋友，今次揀到係453尺嘅大單位。我哋今日就一齊嚟開箱同埋進行簡單嘅驗收。由樓書個圖則可以見到，單位係提供咗一個標準嘅廁所、洗手間同埋廚房，而客廳同客房嘅部分呢，係需要業主自己進行分間嘅。呢個單位嘅採光度係非常之充足嘅，而呢位觀眾朋友呢，就預算將個單位呢分做2個客房。就咁睇，每間客房同埋客廳嘅窗都可以望到非常之遠嘅開揚景觀。我哋首先係測試下單位嘅供電電路同埋插蘇，全部插蘇都通過測試同埋運作正常嘅。同時都好意外，單位有非常之多嘅插蘇係提供，接近都有20個。咁樣呢，就可以呢減低咗喺裝修時需要拉電嘅額外費用啦。跟住我哋就會檢查下空心磚以及油漆嘅情況。如果用居屋嘅標準嚟睇，大致上都冇咩太大嘅問題。最後我哋都檢查埋單位所有嘅窗都係可以正常咁開關嘅。另外可以見到依家個居屋設計都比較貼心。就以呢一個冷氣機嘅去水管為例啦，都係可以手到嘅位置，咁方便日後業主進行維修。驗收完單位之後，我哋跟呢位觀眾朋友到屋苑嘅平台參觀一下。可以見到平台係好多園林嘅地帶，以及一啲休憩嘅兒童運動設施。而且呢啲設施嘅外觀設計方面係好新潮，相信係會好吸引新一代嘅住戶用家。今次我哋嘅內容就分享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